容易晒3點式現形 ，Lulu 即晚揾人通經。容易出 show， 別有驚喜。噔噔噔噔噔。嗱，對於除過底褲送俾 fans 嘅佢嚟講 ，Bikini 絕對唔算驚喜㗎。低啲，再低啲。唔係啊，大家思想純潔啲得唔得？我係講緊佢好似有人魚線啊！有人魚線真係㗎，我就係今日特登唔食一日嘢咯，希望自己有人魚線咯。要粗嘅喎人魚線，唔係食嘢有。其實你率先要練嘅應該係智慧咯。做多啲運動有幫助㗎。我平時都有做運動嘅，我而家都係有跳鋼管咯，同埋平時瞓覺之前都狂做 sit up 啊，都會。喂，嚟緊嘅寫真做準備喎。嗱，Lulu 都要做好準備啊！事關前晚出 show，佢個肚腩都出咗嚟啊，陰公。因為而家睇緊中醫調理，咁係荷爾蒙失調嘅問題咯。因為我個親戚都成3個月冇探訪我噶啦。醫生仲建議去採陽補陰添，揾個男朋友打通任督二脈啊！我試下今晚試下睇下有冇啲人可以打通我任督二脈先。嗱，揾，記得做好安全措施啊！Sino 去黃精見證去黃淡斑革命，今日萬寧優惠價189蚊，快啲嚟買啦！Sino 去黃精。